金龍點睛嘅。咁我哋係有請2位嘉賓係點睛，有請立法會議員吳秋北博士 GBS-JP 為金龍點睛，立法會議員兼本會顧問席潔玲小姐亦都係為金龍點睛，係分左右2隻眼睛嘅，因為好大啊金龍個頭。好啦，請2位嘉賓，我哋望住鏡頭影張相先嚇。仲有我哋有請本會理事長黃榮順先生、副理事長李德輝先生陪同嘅。好啦，我哋同大金龍先影咗張合照先。好啦，我哋準備點睛啦。好，金龍點睛，注入龍氣。繼續龍精虎猛，事事順境。我哋再點埋條金龍嚟，咁多位都大吉大利。再一筆由龍頭點到年尾，年頭旺到年尾。繼續，點對邊度就喐喐。好，唔該曬吳生 ，thank you。好啦，好多謝請2位嘉賓就座。好，繼續咧，我哋係。